喺硬地滾球賽場，我唯一要超越嘅係對手，但喺日常生活中，我要超越嘅係我係硬地滾球運動員何婉琪。除咗賽場上世一，真正嘅世一係香港可以人人輕鬆出行，追求生活嘅趣味。輪椅人士出行有幾多挑戰？就好似有梯級、道門太重、入口太細，我哋都未必去到想去嘅地方。想像下，有啲你鍾意嘅鋪頭或者美食，想買嘅靚衫，我哋可能因為爭嗰幾 cm 就未必可以買到食到，有時都覺得好可惜。其實要跨越呢啲影響我同所有殘疾人士嘅障礙，一啲都唔難。只要唔同嘅地方願意花多少少心思，做一啲簡單嘅改變，唔單止可以更方便殘疾人士，仲可以令到所有人，包括孕婦、長者、小朋友，甚至乎攞好重嘢嘅人都會受惠。今日就帶大家一齊睇下有咩計仔可以令我哋嘅城市更加暢達啦！對於殘疾人士嚟講，一個入口其實已經可以成為一道無形嘅分隔線。道門太重或者手把設計唔就手，呢啲細節睇落好似好小事，但其實都可以對於我哋嘅日常生活造成好大嘅障礙。要做一個無障礙出入口，有個好簡單嘅原則，就係慳力操作。就好似呢個商場，所有出入口都裝晒自動門，唔使點用力就入到。咁先至可以暢通無阻。除咗出入口本身嘅設計，處所周圍設施嘅安排同埋配置，同樣會影響環境嘅暢達度。所以開始規劃設計嗰時，就應該考慮唔同人嘅需要。呢個就係殘疾人士專用泊車位，就喺出入口側邊，等殘疾人士出入商場時唔使兜大圈，或者喺車罅中間穿嚟穿去，大大減低個危險性。好多時環境都係針對單一嘅對象而設計，但對唔同能力嘅人，就好似殘疾人士、小朋友嚟講，就會比較難用。以日常生活經常遇到嘅服務櫃台為例，呢啲設施一般都只有一個高度，一般成人使用上梗係冇問題啦。但呢種一刀切嘅設計模式，就未必適用喺輪椅人士或者小朋友身上，所以提供暢達環境時，另一個要訣係靈活使用。呢個服務櫃台就係一個好好嘅例子，佢有唔同嘅高度，無論大人、細路或者輪椅使用者都可以輕鬆攞到需要嘅資訊。靈活嘅設計唔需要好複雜，商場只需要將自助資訊站嘅高度調低少少，就已經幫到唔同需要嘅人。我坐喺輪椅都一樣可以一眼睇晒所有嘅資訊，撳掣又唔使舉高手，真係好方便。社會普遍都有個誤解，認為暢達環境淨係幫到殘疾人士，但其實一個真正嘅暢達環境可以俾所有唔同需要嘅人士一齊平等使用㗎。以呢個空中花園為例，採用斜坡串聯唔同區域，正正體現咗通用設計嘅精髓。唔單止輪椅使用者行得舒服，推住 BB 車嘅家長、搬重嘢嘅員工、用手拉車買嘢嘅顧客都可以出入自主。創造暢達嘅環境唔一定需要龐大嘅資源同空間，就算街上面嘅小店都可以喺能力範圍之內提供通達便利嘅環境同服務。呢間 cafe 雖然空間唔大，但係入面都可以做到一啲簡單而有效嘅設施同服務，方便有唔同需要嘅顧客。Hello Ina，Hello 婉琪你好，好開心今日可以同你一齊飲咖啡啊！我都好開心見到你。我見到雖然 cafe 門口唔係好闊落啦，但係你哋都特登整條斜路，方便我哋班輪椅朋友嚟揾食喎。係啊，呢條斜道同埋扶手咧，喺我哋做裝修之前咧已經規劃咗㗎啦。我哋希望有唔同需要嘅客人都可以輕輕鬆鬆入到嚟飲杯咖啡休息下。咁所以咧喺設計嘅階段咧，已經融入咗通用設計嘅概念，
唔使之後咧再花時間同埋資源咧去做改裝。如果店鋪空間有限，又或者唔可以改裝固定嘅斜道，仲有咩方法可以幫到唔同嘅客人出入呢？其中一個咧簡單又有效嘅方法咧，就係預備一條可攜式嘅斜道。平時咧，我哋可以收埋佢，有客人需要嗰陣時候咧，我哋拎出嚟用，咁慳位又靈活啦。我留意到 cafe 揀台凳方面都花咗啲心思喎。冇錯啊，呢度所有嘅台凳都可以喐得嘅，方便同事為到有唔同需要嘅客人調整翻 cafe 嘅佈局。我哋呢度嘅地方雖然就唔係好大，但係可以同時容納幾部 BB 車或者係輪椅都冇問題㗎。除咗硬件上提供方便之外，其實小店同樣都可以喺服務上提升通達程度。要建立一個共融、無障礙嘅環境、友善嘅服務態度咧，係非常之重要嘅。我哋會特別咁樣培訓前線嘅同事，主動同有唔同需要嘅客人溝通，幫佢哋進出店鋪同埋移動台凳。有時候雖然未必可以完全滿足晒客人嘅需要，但細心嘅解釋咧，佢哋可能會體諒我哋嘅。除咗幫到個別嘅客戶之外，仲可以提升我哋嘅品牌形象，長遠仲可以擴大我哋嘅客源添。所以話提供暢達設施同埋服務係真正雙贏嘅策略，人人都可以喺日常生活中幫到手㗎。我哋每一個人都可以為建立一個無障礙嘅社會出一分力，無論係一開始嘅處所設計，亦或提供既周全又安全嘅設施，以至係喺日常生活裏邊為顧客提供細心嘅服務同埋便利，都可以令到我哋嘅城市更加平等同埋包容。就等我哋一齊多啲了解有唔同需要嘅人士，攜手建設一個更加共融通達嘅香港。